新冠疫情延烧，伫咧大量耗用呼吸道相关的设备同时，相对的嘛排克着平时传统的救护器材。伫咧议员蔡小伟甲立委林俊宪的牵线，社团法人新世代协会前理事长刘淑芳，上午嘛特别捐赠500组的声门送呼吸道，予台南市消防局，由局长李明峰代表接收。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蔡小薇蔡议员呢，在他的谋划之下，那么我们呢，民间捐赠我们这个抛弃式的喉头罩这个对我们紧急救护非常重要。那我们每年的这个需求量很大，那市府的预算呢也有限，那正好呢现在今天捐赠这一批呢，3900个吧那我们就可以马上用上场对我们整个下半年的紧急救护帮忙非常大。我在此还要再感谢我们蔡小薇蔡议员以及我们的捐赠者谢谢。今天我们透过新世代社会福利关怀协会的刘淑芳理事长呢，带领的他们的所有社工团队呢，来针对我们消防局所急需要的上升门呼吸导气管这个是针对这个欧卡或者是呼吸急促，然后有这个需要强制可以给他灌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救护设备。那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消防局现在不管是基本的这个救护以外，他们还要投入防疫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全台呢，大家不仅是只需要疫苗而已更需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带有正能量的。一起募集物资来给予我们的公部门呢，大家公私协力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抗疫，也正希望我们可以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局长表示，声门送呼吸道是挽救心肺功能停止、甲呼吸窘迫症候群的重要工具，因为是一届性的抛弃式。虽然市府每年都有编的预算来添购，但政府的预算有限。民间的力量无穷，局长真感谢民意代表的配合，送来这批及时的救命神器。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